中国傳統建築常見嘅雕花木出門，造型嗰匠上來嗰當然愛收藏哦。某日上晚，預計退休嘅泥水師傅齊坤勇，20年前開始用簡單嘅工具，同飛書來嘅橫邊藝術家技藝度，創造出一扇扇用幾何圖形還個弧線為主嘅雕花木出門。已經82歲了，書畫嘅一個紋路比例，加上天鵝畫嘅按對稱按圓，睇無愛嘅書嘅行變出嚟幾多嘅花頭，一個按你嘅退休生活幾快樂。選定畫好嘅圖樣，用線機器一擺又一擺，攞鼠標記出圖形。複雜嘅線條出題愛用心，木珠愛理，數行卡愛控制裏頭，係唔拄好，但搶鼠標會記壞題，你咪可能會錯數。也就算係後生人，都冇聽錯有耐心嘅刻畫創嘅工藝。竟然係一個無牆師傅學，自家名出來嘅泥水師傅，今年83歲嘅齊坤勇。你啊，較大開標嘅啊，差唔多花開始裝好，差唔多1禮拜啦。較小塊布嘅嗰個標嘅就3、4日咧，2日咧沒有。看你標嘅太少，標嘅太大我較叫。我就第一我較重話我買嘅。天磚、天機咩，個沙子，我就自己買那個工具，就自己慢慢的啲研究，咁樣，冇開啦，冇拜師傅啦，也冇師傅拜啊，你去哪一師傅冇啊？傳統建築同戲劇舞台項接上看得到嘅木質窗花，優美古典嘅造型，想到齊坤勇注意，見看見有興頭，佢可以試等自家來刻。雖然馬家聰明曉得，咩請冇師傅好學，買嘢基本嘅木匠器材，一擺又一擺演練，慢慢嚟刻。圖形面對簡單嘅線條，刻到複雜嘅幾何圖形。我看到那個書房，看到那個窗花，嗰個古仔戲嘅背景啊，我看到暗漿啊，我就啦，我又發現到以前嘅做嘅用筍，戳筍係咪啊？我用太啲表嘅嚟鏤空把做得咯，我就係用自己愛構想咩，就是拿一啲布嘅個表嘅呀，就拿嚟刻啦。如果刻到實見到興有興趣啊，就見做咗一樣嘢啦。唔過佢哦，佢奶佢都唔會應做啊，總係看到報紙，奶係有展示啊，乜嘅呀，佢就會去看啦嗬。個人嘅啦，人哋會殺菇啦，嗬，刻兩人嘅窗花啦，佢拍邊奶佢都唔會應做啊，啊，佢拍樣嘅佢唔會講有效啊，佢就興趣一樣嘢嘅東西啊。這條愛做來說，愛先有好工具，唔曉天腦嘅齊坤勇。自家設計嘅一套畫圖工具，啲插孔打出幾隻孔嘅，做出不一樣嘅東西。譬如用紙白嘅做嘅各種木片，老老師都可以想法畫出來。呢度靈感係對亞下嘅流行設計嘅雜誌來嘅。師傅嘅講，啲人咩平常時啲書上看到嘅各種圖，同自家畫嘅東西。就你看到嘅啊，像甜甜那種啊，你點咩啊？嗰啲啊，自家就想辦法吧。我想那個圓形嘅，自家就做那個圓規，個支箭到來哈，就自家你市面上咪冇賣，那去哪裡買？冇辦法吧，就自家去想方法。失敗過唔會，我就畫那個圖案噶，感覺到呢個圖案唔正，就丟掉，我重新畫都拍中啊！哎呀，所以個書誒唔會講較失敗啦。我看圖案我就知啊。我就自己個心意觀點啦，哦，呢種唔好看，哦，就冇看啦。呢度一等站嘅素材，行起齊坤勇，老人活體一變。
无像自家硬火、硬转火，捞起细枪整理过来做创作的素材。我看那个抽标的哦，哎，fit 啦，当大上很可惜，出来严重了，很多抽不利用了，没比大上的意思，爱死，爱下痛，爱下不止。听日的工作室挖沙基图技术的，主爱提图，脑爱想，也就是假推销的手法。一步一步的作品，老家屋卡大半都同意无享用。空空的壁，里门草，都往过讲的从法，打造出螺丝米。样女人感觉到当快乐过日嘞，嘅享受时间，设计一个图案啊，就有一个成就感咩？按神奇哦，你要设计出来，就按样看，就按做。就做就有兴趣啊！一片嘅木嘅哦，我几下人来做咩？要当好，还要感觉到真好。一般人喺讲染到了Q嘅东西，可能叫佢复杂，可能叫佢表达无用，哈。但是事实上，叫佢那个旧物利用再创造，能够让这个旧物呢创造另外一个生命，老个东西哈提升给它价值，创建安样嘅精神啊，是到当难的，哈。因为做了木雕的东西，要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心思要很细腻啊。其实做的多了点，一般老人家哈，讲安样活到老学到老啊，安样的精神的人，也有看过。但是像其安样按用心为一个旧物创造新生命呢，也是到当难的，当少见。曙光卡发从何时有何果？无像亚下工厂大量生产，按匠有按价，齐坤用唔第一，对伊个全唔属行的人，天天的命，天天的学，卡得10年。以上是结作改艺术，亚下到一叠人模的手表，卡出1000万种的费用，丰富的假推销手法。并有好唔甜的精神，很卡感动人。